可能以前我就對電腦多嘅，咁要去做咖啡師，你要去學點樣去沖一杯咖啡。可能嗰陣時拉花都冇人教嘅，因為嗰個年代冇咁多課程。咁可能你自己就要上網去睇好多片啊，嘗試去做一啲嘢。喺個過程裏邊都要適應翻，由一啲比較文職嘅嘢，可能要變做即係要落手落腳做嘅嘢啊。咁啊，裏邊都要經歷一啲時間咯。即係關於做咖啡方面，其實我亦都喺同一時間我都去學習一啲關於烘焙嘅嘢。咁由完全唔識到要去掌握咧，裏邊其實都試過好多唔同嘅烘焙嘅失敗啊，或者可能有陣時炒燶豆啊。咁喺裏邊咧，其實都經歷過好多唔知點解啲嘢係可以點做嘅情況咯。咁佢要去慢慢去適應，去跨過嗰啲比較困難嘅時間。因為以前坊間冇咁多話真係可以有課程去話俾你聽，好多嘢要喺個自己實踐裏邊去嘗試咁樣。我覺得咖啡呢個行業其實對唔同嘅階層嘅人都可以有機會進入咯。年輕人當然係適合啦，因為學嘢快啦，同埋佢哋嘅動力會比較高一啲啦。咁當然對中年就業裏邊真係有個心態係諗住要去克服到咯。咁而當其實我過往見有一啲中年就業，佢開頭遇到啲困難，但係佢真係俾心機克服嘅，最後佢完全冇問題，係可以成功做到。包括我以前過往請嘅啲同事，其實佢哋可以獨立運作一間咖啡店啦。咁相對年紀大一啲嘅，當然嗰個挑戰會更加大嘅。咁但係咧對佢嚟講，可能佢要更加要學習多一啲嘅技能咯。唔單單一定係淨係做咖啡師呢個崗位嘅，譬如可能佢去做一啲promoter 啊，或者去賣咖啡啊。咁呢啲其實唔需要太大體力勞動。甚至乎可能做一啲銷售嘅工作，其實都係適合。咁所以我覺得咖啡呢個行業其實喺各行各業裏邊，最緊要係你有心做，同埋你有興趣做，同埋你係預咗想克服你會面對嘅困難。咁其實要進入呢個行業其實唔難嘅。我覺得對中年人嚟講，有陣時我啲學生裏邊，可能佢都會有一個諗法，可能會好難進入呢個行業啦，適應唔到啦。咁但係我都過往見好多唔同人，其實佢真係有心去進入呢個行業咧，佢最後真係轉型成功嘅。即係可能有啲人係影相啊、廣告啊，或者做一啲印刷啊。咁其實佢肯做，同埋佢肯學，同埋佢肯去面對佢會初時遇到嘅一啲嘅困難，或者可能有好多逆技。其實咧，如果真係有心做嘅，其實都可以轉型成功。咁同埋咖啡呢個行業都有個好處，譬如可能香港好多工會有壓力。咁咖啡呢個行業就係你翻工嘅時候，可能嗰下有壓力，就可能你要對住好多客人啊，要應付嗰個人群。咁但係你翻到屋企咧，其實冇乜壓力嘅，即係冇人會翻屋企咧，突然間打電話俾你咧，就話你今日杯咖啡沖得唔好啊咁樣。咁所以我覺得對中年人嚟講咧，其實都係可以去轉型嘅一個行業咯。其實有一啲嘅坊間有啲老闆其實都唔介意請一啲中年就業嘅人。甚至乎有啲連鎖店，其實佢都招聘嘅時候，佢都講到明，佢係唔介意中年就業。